继续要带台规台湾来行透透，来看到2019年剩半个月较加伫要过啊。气象局预测讲，12月31日晚暗嘛5:25分，2019年上尾一个黄昏就会出现伫咧台南安平甲高雄之后，含2019年3时。另外，2020年台湾平地头一个日出曙光是伫咧兰屿，是6:08分。啊，若平地上早的曙光是伫咧台东三仙台，抑个有屏东鹅銮鼻是6:11分。另外，咱嘛看到基隆条景公园差不多是晚5分钟。天顶过红喜剧，但年上尾一天的日头落山，拢会成真侪民众烧济要看。啊，2019年12月31日晚暗5:25分，台湾本岛平地上尾日头落山，就伫咧台南安平甲高雄基顶。2020元旦，台湾平地上早的日头光，会伫火烧岛兰屿6:08分，刷落6:11分，本岛平地台东三仙台甲屏东鹅銮鼻嘛会当看到日头光。6:12分，花莲中德、宜兰苏澳、新北三貂角。6:13分，基隆条景公园嘛会当看到天渐渐啊光。毋过想要欣赏到日头出来美景，就要搁稍等一下。曙光到日出的时间大概会间隔到20几分。本岛的最早日出时间是在三仙台然后还有龙盘公园都是6:35分。但年拢伫花莲才有的 F16战斗机迎接日头光的活动。今年会为七星潭风景区刷起花莲市太平洋公园来办，5架 F16战斗机起飞了后，伫外海编队，等到日头出来，再用大间的队形飞过太平洋公园的天顶。今也未计划好要去倒位迎接2020活动的信息，报互你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